回头来讲，当时三个嫌犯拍人了后，竟然伫真短时间内，就 call 来一大群人做声势。受害的大学生的妈妈认为，三个嫌犯的交往绝对是无单纯，深受帮派的背景，将会甲律师来讨论，看是不是要针对这个部分来提出着告诉。这个好消息是，男大学生的病情有较好了。主治医师讲，叫伊的名会来点头，后礼拜有机会转普通病房。不知道我可以撑多久啦，因为都睡不着。对，我希望他如果清醒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得到一些休息啊。宋妈妈目屎干目镜真感动，因为接到病院的通知，后生总算有较好，医生叫伊的名会点头啊。是已经清醒了。是。因为脑压都相当的好，那另外一个叫他的名字，他已经可以点头，看能不能近日内能够测试呼吸器。主治医生讲，叫这位大学生的名会点头啊。若是状况有较好，后礼拜使转普通的病房。虽然后生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不过妈妈讨公道的行动未停止。伊会见律师质疑三位拍人的嫌犯背景无单纯，自行车记录器就会使看到拍人的冲突发生无偌久，就来一台车，总共来8人落车了后，就开始呛声对大学生的方向行。宋妈妈看到这个画面，感觉真歹相信，一个车祸三位嫌犯会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就找到这么多人，伊的背景到底是啥？因为他们如果要是有帮派背景的话，我们以后这些小孩子的安全会危险。宋妈妈质疑拍人的场嫌跟欧邦的背景，会和律师讨论安怎对拍人的嫌犯提出告诉。检警嘛查出现场的主嫌有投资博缴。前有人投资博弈嘛，没有缓解，他们就去讨债，类似这样。检方证实现场的嫌犯确实有投资博缴的网站，捌为着偷笑，甲人拍着伤。目前法医嘛当咧审理当中。